從前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小村莊裏，住着一隻名叫樂樂的小貓。樂樂活潑好動，最喜歡聽村裏的老爺爺講故事。一天，樂樂蹦蹦跳跳來到爺爺家，爺爺正在院子裏喝茶，茶杯上映着一棵大樹的影子，搖搖晃晃，像是活了一樣。爺爺，這是什麼啊？杯子裏怎麼有條蛇在動？樂樂瞪大眼睛，毛都豎起來了，指着茶杯喊道。爺爺哈哈大笑，摸摸樂樂的頭說：傻孩子，這不是蛇，是樹影影在杯子裏。這讓我想起一個成語故事，叫杯弓蛇影。坐下來，我講給你聽。樂樂好奇地趴在爺爺身邊，耳朵豎得高高的。很久以前，有一隻叫小灰的小老鼠，住在村子邊的樹林裏。小灰很勇敢，但有點愛胡思亂想。一天，他的好朋友小松鼠阿松邀請他去參加森林裏的月光派對，說是要在老橡樹下喝果汁唱歌。小灰高興地去了，帶了一串葡萄當禮物。派對可熱鬧了，小鳥在唱歌，小兔在跳舞，連螢火蟲都點亮了小燈籠。阿松拿出一個閃亮的銀杯子，裝滿了甜甜的果汁，遞給小灰說：來，喝一口，這是森林裏最好喝的果汁。小灰接過杯子，正準備喝，月光一照，杯子裏映出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影子，扭來扭去，好像一條小蛇。小灰嚇得哎呀一聲，杯子差點摔地上。這杯子裏有蛇，他喊道，尾巴都嚇得捲起來了。阿松和其他小動物都愣住了，跑過來一看，哈哈大笑。小鳥吱吱說：小灰，這不是蛇，是旁邊樹枝的影子影在杯子裏啦。大家把杯子轉了轉，果然，影子跟着樹枝動，根本不是蛇。小灰紅着臉，有點不好意思。他喝了一口果汁，甜甜的，可好喝了。他這才明白，自己是嚇了自己一跳。爺爺講到這裏，停下來問樂樂：你知道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嗎？樂樂搖搖尾巴，說：是不是說，有時候我們害怕的東西，其實並不可怕，只是我們想太多了。爺爺點點頭，笑着說：對，這就叫杯弓蛇影，意思是因為誤會或想太多，把不存在的東西當成真的，嚇了自己。你看，杯子裏的影子不是蛇，明白了真相，就不會害怕了。從那以後，樂樂每次看到奇怪的影子，都會先冷靜下來，想想是不是杯弓蛇影。他還把這個故事講給了森林裏的小伙伴們，大家都學會了，遇到事情別慌張，先看清楚再行動。